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外匯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7月2號。美匯指數升至一個月高位嘅101.60之後逐漸回落，市場關注今個星期美國非農重磅數據，但係花旗分析員預料美元喺7月份公布 CPI 通脹數據之前或者維持較強嘅支持。中期而言，美匯指數或者跌到去100.59。日本6月短觀大型製造業景氣指數從正17上升至正22，高過市場嘅預期。企業對輸入、輸出價格同埋通脹前景正面，或者會支持日本央行進一步加息。花旗分析員預料美元對日元今年年底將會跌至155嘅水平。隨住近期日元利率上升，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可能會減少海外投資，以改善供需狀況，減輕日元嘅下行壓力。花旗分析員預料，若果美元對日元升至165嘅水平，日本當局作出外匯干預嘅機會比較大。而澳元方面，澳洲5月份就業人數增加大概4萬人，高過市場預期。失業率按月繼續下跌，去到4.2%。領先指標顯示，嚟緊6個月就業增長正喺度加速。今年工資成本將會提高，或者有利第二季家庭支出。隨住中東衝突緩和，或者會支持下半年澳洲嘅就業增長。總結嚟講，近期澳元從高位下跌大概4.5%，主要受能源價格下跌導致澳洲貿易條件逆轉所致。我哋預料0.68係澳元對美元嘅主要支持水平，以及投資者可以留意沽日元、沽歐元、沽加元買入澳元嘅機會。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